有請正方第一副辯到台前預備。試咪。主席、評判、友方同學，在座各位大家好。友方同學頭先同我，其實我哋雙方而家係有一個共識，我哋共識就係政府係必須要資助畢業生實習計劃。而家我哋所討論緊嘅，只不過係究竟計劃上面嘅細節，佢哋會唔會帶嚟一啲嘅弊處呢？友方同學話，如果實施咗個計劃之後，會令到整體嘅薪酬有下降嘅趨勢。友方同學其實佢已經假設咗薪金嘅調整，只係在乎於究竟有冇呢個下限嘅設立。而家就等我哋睇下事實係唔係咁樣咯。有一個人力資源顧問曾經指出，喺經濟不景氣嘅情況之下，大學畢業生佢哋嘅起薪點而家係6000至7000蚊。而佢更加表示啊，喺經濟如果持續不景氣嘅情況之下，佢哋起薪點更加會下試至到4000蚊至5000蚊。可見其實畢業生實習計劃有冇出現到佢哋嘅薪金，亦都會有下調嘅趨勢。第二，其實喺勞工處嘅網頁上面，我哋可以睇到現今大學畢業生佢哋嘅市場薪金都係徘徊喺6000至8000蚊。更加重要嘅係僱主聯會，包括咗迪士尼、香港鐵路公司等等，佢哋都表示啊，有參與呢個計劃嘅企業啊，都會參考市場嘅薪金而訂立出嘅起薪點係高於5000蚊。可見其實喺訂立實習薪金嘅時候，市場嘅影響力其實係遠遠比呢個計劃嘅大。更甚嘅係呢個咁微小嘅影響力，佢所影響到嘅只不過係一個好細嘅調整。試問友方同學深遠性何在呢？友方同學又話實施咗計劃之後，一啲嘅企業佢哋會用一啲嘅實習員工去取替現有嘅員工。其實啊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佢哋曾經講過，喺計劃裏邊會有一個監管機制去防止同類型事件嘅發生啊。而嗰個監管機制亦都可以參考同類型嘅計劃，就譬如好似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咁樣。僱主佢哋參與計劃嘅同時，必須要承諾埋唔會以實習員工取代現有員工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友方同學嘅憂慮豈不是迎刃而解？反觀其實我方正立今日嘅辯題，主要係基於兩大嘅利處。第一，可以令到大學畢業生有加入市場嘅機會。喺金融海嘯之下，僱主都紛紛會縮減開支，對於培訓大學畢業生嘅意欲亦都因而下降。而我哋唔能夠忽視嘅係，佢哋同樣需要加入市場，同樣需要累積工作經驗。而呢個計劃正正就係提供咗2000蚊嘅資助，提供咗一個俾僱主嘅誘因去培訓佢哋，去俾佢哋一個加入市場嘅機會。其實啦，第二可以為大學畢業生提供一個去內地實習嘅機會。其實中國係受到金融海嘯影響比較少嘅國家之一，而且內地更加係商機處處。呢個實習嘅計劃正正就可以提供到一個俾佢哋去內地實習嘅機會，令到佢哋可以更加早接觸呢一個內地嘅市場，去了解呢個內地嘅市場。相比其他人嘅話，會有住呢個優勢，正正就可以為佢哋自己嘅未來做好準備，有利於佢哋日後嘅事業發展。友方同學，我哋所講嘅利處係包括咗深遠性兩方面都包含住。試問點解今日嘅辯題唔應該成立呢？多謝各位。正方第一副辯發言嘅時間係3分12秒，冇過時，唔需要扣分。有請反方第一副辯到台前預備。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，其實聽清楚友方同學所講緊嘅利處呢，建基於嘅係咩呢？今日佢講到好好聽嘅話咩呢？大學生又可以增加經驗啦，有工作機會等等各樣嘢。但係建基於嘅一樣嘢就係話，今日呢的而且確呢個計劃之下呢，僱主會開創咗多啲嘅職位。但係事實係咪咁先？今日我方講到啦，喺金融海嘯之下，作為一個僱主，你係老闆，你已經係開源節流，慳得1蚊係得1蚊㗎。然而今日如果一個公司佢冇需要嘅時候，佢會唔會特登為咗一個津貼去請一個人才先？今日講緊呢個實習機會並唔係話政府借俾2000蚊你咁簡單，講緊嘅係僱主自己都要俾一筆錢出嚟㗎。你冇需要嘅時候，自然就唔會請。正如香港嘅中小企業聯合會主席都講緊啦，企業冇需要嘅時候，就算政府有補貼都唔會請人。咁友方同學，你所講緊職位會增加呢個利處，點樣能夠成立呢？然而啦，友方同學呢，另外一個回應我哋嘅弊處講咩呢？今日我方講緊弊處會係令到呢個4000蚊呢成為一個市場嘅參考指標。友方同學講咩？佢話
有一人力資源指出咧，本身咧其實而家市場都會調節到係4000蚊。有方同學你所講嘅咩有一資源人力資源公司，我唔知你講緊咩有一資源啦。但係今日我方見到嘅係咩咧？無論係中華廠商會會長，無論係香港總商會會長，都同我哋講咩咧？今日如果政府帶頭出嚟同我哋講4000蚊，原來一個大學生能夠接受嘅時候，佢作為一個商家，佢有冇誘因去俾更加多嘅錢？冇。嗱，有方同學出糧嗰個係僱主，總商會主席係咁樣講嘅時候，有方同學你點樣憑乜嘢話今日僱主唔會出糧出4000蚊咁少咧？而今日更加唔單止係僱主咁講㗎，作為一個計劃，你已經係受惠嘅大學生，佢哋講緊咩咧？今日方同學話呢班大學生有經驗有錢收好好，但係點解呢一班受惠嘅大學生要上街遊行，要抗議呢個計劃咧？如果能夠真係從中獲得利處嘅時候，有方同學我唔明啦，點解勞資雙方講緊都會只係得4000蚊，佢哋都要反對嘅時候，有方同學你點樣證立呢一個4000蚊嘅情況唔會出現呢？而第二咧，今日我方講緊嘅係咩咧？就係話現時有啲在職嘅人士咧係有機會被炒㗎。有方同學，你作為一個老闆，今日我請緊一個大學生，佢同而家啱啱畢業嘅人經驗相若，但係請緊講緊嘅可能只係8000蚊至1萬蚊個月。今日我請一個新嘅人士嘅時候，最低仲可以俾到4000蚊，仲有政府去補貼添。有方同學，你作為老闆，你請邊個先？嗱，有方同學話咩咧？唔係政府咪交個監管機制咯？就唔知點樣運作㗎啦。咁就總之就冇問題。但係方同學你有冇講解過你個監察機制如何運作？而更加重要嘅係，方同學你監察佢咪就係話佢之前炒過人，咁就唔可以再參加呢個計劃咧？嗱，方同學都識講㗎。金融海嘯之下，間公司都面對住好嚴重嘅一個財政嘅問題。咁炒過人又唔可以參加，你所講緊有公司會參加呢一個計劃，可以提供到個就業機會嘅利處又有幾大先？因此我哋見得到嘅就係、今日我哋見到大學生嘅工資會俾人拉低，我哋見到有人會因為呢樣嘢被炒嘅時候，有方同學諗住點樣解決呢？影響嘅亦都唔單止係而家在職嘅大學生嘅，講緊一啲學歷更加低嘅人士咧，中五、中七咧，今日大學生上出機會最有競爭力喺市場上面都只係得4000蚊嘅時候，呢一班學歷更低嘅人，有方同學又諗住點樣去解決呢？多謝各位。反方嘅負面發言嘅時間為3分03秒，冇過時唔需要扣分。